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有主嘅智慧做對嘅選擇。今日嘅經文係詩篇25篇12節，誰敬畏耶和華，耶和華必指示他當選擇的道路。小故事就講到，有一隻有錢嘅人跌開赤箭，冇藥可以救，而家嘅兔仔要錢財外騰。當佢知道自家愛死嘅時候，就立下一份遺囑，我嘅兒子將可以從遺產當中先揀選一項，其餘嘅都送俾我忠心嘅僕人。有錢人死去之後，僕人便好開心嘅帶進遺囑去尋找主人嘅兒子。有錢人嘅兒子看晒遺囑後，就對僕人講：我決定選擇你。一隻聰明嘅兒子得到去父親所有嘅財產。我哋一齊來默想，人生在世間，一切都會面對好多各方面大大小小嘅選擇。你係咪正面對出重大嘅決策呢？迫切嘅交在主嘅面前，求主引導你做最聰明嘅決定。我哋一齊來禱告，全知全能嘅主上帝，我哋在世上嘅旅途唔容易走，常常會面臨對我哋生命老前面講緊有影響嘅決策，恐怕我哋按照自家嘅心意就做錯去決定。天父啊，我哋愛敬畏你，常常在你嘅裏面有你嘅智慧來做合乎你心意嘅選擇，讓我哋嘅生命發得更加嘅美好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們。